艺术创作超过半世纪的曾英栋，把中华电信的仓库机房变成宽阔美丽的艺术展示空间。这间甘乐阿舍10年来举办过无数的展览与活动，不仅扶持新锐艺术家，也吸引众多国内外知名艺术家。这几年，你说这个钱从哪里来？真的不知道。就是该用钱的时候，老天大概就会派天使来给我们买一些作品，所以这个美术馆就莫名其妙维持了10年。所以这10年，这个我在想说，有点像感恩之旅啦。我就请这些收藏家来一起参展。一路走来，得归功许多贵人相助。这次规划的大美10年特展也不例外，邀请收藏家出借作品，呈现多年来的创作轨迹，从气势磅礴的复合媒材、趣味生动的雕塑，到充满当代色彩的数位版画都有。特别的是有主题性。这10年来的作品跟以前是不一样，因为在2012开始，我大概有2个主题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钱。我把这2个符号结合，变成作品的系列。比如说，他画山就变金山银山，他做树就变成生命之树、发财树。曾英栋作画天马行空，像是把脚踏车零件巧妙融入链条、齿轮，变身成海洋生物。热情多元的创作精神，正是甘乐阿舍美术馆10年来的核心理念。下一个10年，他希望自己身体健康，才能继续画下去。记者盛怀台南报道。